死了！万一官府出了告示，画了咱俩的画像想抓我们，那你一露出脸来，他们不就认出我们来了吗？闷死了！你喊闷，那英雄哥哥躺在那里，他怎么就不喊闷呢？要不然让他出来，我进去躺着去。我也不喊闷，他在里边不省人事，他闷什么呀闷？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。你要想活命，就乖乖的听我的话。如果任何人问起我们为什么这种打扮，就说我们是从西域来的。你明不明白呀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都说10多次了。头，你看，正好一个胖子和一个小孩。坏了，滚死的人！站住！我说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们舞这么严实，不热吗？热还舞这么严实？大人，我爹听不懂你们汉人的话，我们是从西域来的。西域来的？我不管你们是西域还是东域。你挡成这样就不是好人，把那个破布给我摘下来。大人，西域人啊，跟你们汉人不一样，我们怕晒太阳，所以这面巾啊不能摘。少废话，摘下来，快！别跟我这磨蹭。是不太像啊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走哪儿去？你把这个破玩意儿给我摘下来。我也摘呀，我是小孩子，不可能是坏人，就算了。哎，我说话你没听懂是吧？摘下来。好，我摘。可是你别被吓坏啊。少废话，快摘！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么点小孩就长这么大的胡子。大人，您不知道，我们那里的人啊吃肉吃得多，所以小孩子长胡子很正常。对吧？我们那里人长胡子，从小生出来就长胡子。哦，哎，你不是不会说汉人的话吗？只会一句，但是这句比较长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3个人呢？没见过。哎，走。我问你，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？是我爹。你不是你爹？这是你爹，那也是你爹，你一个人怎么会有俩爹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躺着那个是我的前任，前仆后继了。哎，你不是就会说一句汉话吗？对，是一句，但是我告诉过你，这一句比较长，跟上一句是接着的。哦，连着的行哈，你别打岔。你说你为什么有俩爹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在我们西域啊，有钱的女人多的是，她可以娶好多个男人，所以在我们家呀，都有好多个爹，跟你们汉人不一样。就算我相信你，这一个大活人为什么要藏在这里？因为我爹死了，我们要送他回家。死了是吧？打开给我看看。我给女人长胡子。你们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我们说的是西域话。我这个爹的意思是说，我箱子里的那个爹呀，都死了，样子很可怕的，怕吓着你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在衙门里都待了起码10年了，什么样的尸体我没有见过，我还害怕。可是我这个爹啊，他的头啊被大石头给砸碎了，
脑袋呀都裂成好几半了，这眼睛啊都掉出来了，这耳朵和鼻子啊都搅和到一块儿了。还有啊，他上半身啊裂成8瓣了，肚子里的肠子啊都出来了，太可怕了，血肉模糊的像滩泥。你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。你是说，就是非常可怕？大人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，您要是非要打开这箱子，被吓坏了，那可划不来啊，这可不怪我们啊。你开玩笑，这也是吓大的。那您非要打开这箱子了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你敢骗我？何止是脑袋裂成8块，全身上下10块、20块都有。要不是我胆子大，早就被吓死了。大人，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胆子最大的人。当然了，我就叫赵大胆儿。那大人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！记住，一定要捂严实，以后严禁带这种爹出来吓唬人。滚！太厉害了，走。你真大胆！看到了没有？幸好人员他们提前去了阳明山庄，这里所有的街道已经被官兵严防把守，就是为了不让人员他们前往辽东去找袁大将军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冬青姐，我们不会有事吧？那些人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啊？你放心，他们的目标是在顾人院和马尚飞的身上。如今我们出了无锡城，官府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我们身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相公他们怎么办呀？冬青姐，我太担心他们了。我们从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会遇见他们吗？他们去阳明山庄是往偏西方向走，而我们要去辽东是往东北方向走。一个天南，一个海北，方向完全不同，怎么可能遇得到？那你的意思是我再也遇不上我相公了？我不跟你走了，我要去找我相公。站住！你忘了马尚飞是怎么交代你的吗？没忘，他让我当一个好丫鬟，要伺候好你。既然你记得，那就要听话。可是我已经没有爹了，我现在只有相公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能再失去我相公。你放心，等一到辽东，我会尽快请袁大将军派人去接应他们的。真的？但是你要记住，这江湖险恶，你初涉江湖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凡事一定要听我的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多管闲事儿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真的，不许手下留情。
你怎么来了？二师兄，你明知道这招听涛劈浪是夺命的狠招，同门练剑，岂可下此重手啊？灵儿，其实我……还有你们几位师兄弟，我爹不是常说吗？这盘龙剑阵的剑法极其凶险，练剑的时候绝不能行此剑阵。你们把我爹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？小师妹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呐。五师兄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小师妹，你冤。